點先知道你嘅伴侶或者你自己係咪一個有病態嘅自戀者呢？以下呢個測試係會幫到你。首先，如果你有懷疑過自己係咪一個有病態自戀型人格嘅人，咁其實好大機會你應該唔係嘅，因為真正自戀嘅人呢，甚少係會反思呢一個問題。呢啲真正有毒嘅人都係死都唔覺得自己有問題嘅。不過一個好有用嘅測試方法就係你要問下自己，究竟對方或者我自己唔小心 hurt 到人嘅時候，佢會唔會為自己嘅行為負責任呢？一個病態嘅自戀者絕對係一個零 accountability，毫不負責任嘅人嚟嘅，因為佢哋內心係相信自己絕對正確，自己係最叻、最特別、最值得被稱讚嘅人。咁所以就算佢哋做錯咗嘢 hurt 到人都好啦，佢哋永世都唔會為自己嘅過失道歉嘅，永遠都唔會用行動去彌補自己嘅錯誤，唔會盡力防止同樣嘅錯誤去發生。咁所以喺一段關係之中，如果你發現你嘅伴侶死性不改，亦都唔願意探討佢嘅行為點樣傷害咗你，永遠都唔會容許你打開心、誠實、脆弱地分享感受嘅話，令到你感覺唔到佢係又會同理心去理解你嘅、體諒你嘅話，咁呢個人就絕對係一個你唔應該再同佢一齊嘅病態自戀者啦。